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MasterPicks 嘅 Strategy 介紹系列。今日我哋嚟傾下 MasterPicks 獨創嘅策略指標系列之主力軌跡部首指標。你可以喺左側嘅 Strategy Scanning 中揾到呢度指標，並點擊右側嘅問號按鈕，即可查看策略介紹同埋用法。呢一套指標專門偷窺莊家資金嘅真實軌跡。當主力悄悄用真金白銀喺底部瘋狂掃貨，資金線衝破100或者信號線上轉零軸並強勢發散，系統即刻喺 K 線上打出醒目嘅清晰三角形。呢個就係莊家正式開幹嘅鐵證。信號識別超簡單，清晰三角形一亮，信號線超過0，主力正喺大舉建倉，立即跟進，配合尾盤偷襲式拉升或者放量長陽，勝率更高。風險控制一句話搞定。清晰三角出現之後，1到3日內果斷上車，止損設喺信號日最低點下方，3日不漲直接走人。大盤弱勢嘅時候減半倉位，絕不硬扛。今次我哋以美股沽 GL 為例，喺技術指標功能中打開主力軌跡部首指標後，可以睇到2025年以嚟共出現過10次主力入場信號。得益於谷歌近啲年作為 AI 落後者帶嚟嘅低股價，以及今年作為 AI 領跑者，自定義 TPU 加 Gemini 大獲成功加財報喜人帶嚟嘅超高漲幅，而主力已悄悄喺上半年提前進場買伏。若果跟隨此指標買入，便可一網打盡。谷歌今年年內超70%嘅驚人漲幅。此外，主力軌跡部首指標亦都能夠作為選股指標，喺我哋嘅 Strategy Scanning 中出現。點擊 Strategy Scanning， 選擇主力軌跡部首指標，系統默認篩選出市場裏近25日出現過此策略指標嘅所有股票列表。同樣，你亦都可以自行調整呢一個時間區間嘅長短。快嚟體驗 MasterPicks 嘅技術指標同 Strategy Scanning 功能，鎖定我哋嘅頻道。我哋盡快更新下期 Strategy 介紹，敬請關注大師精選，穩賺高點。